喂，大家好啊！咁我想同大家開一個新嘅系列啦，就係叫做1分鐘牙科學堂嘅。咁啊，裡面主要講一啲病人應該要知嘅一啲牙科嘅知識或者常識啦。咁就希望咧就帶到一啲嘅專業嘅知識，但係就平民化少少嘅角度去同大家講嘅。咁所以咧，今次第一次嘅短片咧就唔會1分鐘咁少嘅，即係起碼分半鐘啦，係咪？呢度講半分鐘。嗱，咁我今日想同大家講嘅咩咧，就係刷牙應該點樣刷嘅。咁當我哋細個時候咧，都會聽呢個刷牙歌啦，就係向上刷、向下刷啦咁樣啦。咁好多時咧，你都會發覺咧，醫生會同你哋講啦，或者啲短片都會同你講咧，刷牙應該用咩方法嘅。咁當然啦，亦都有人係會教你上下刷啦，有啲人教你左右刷啦，有啲人教你打圈刷啦。有啲人教你支牙刷毛向住牙肉45度角刷啦，嗱 OK 嘅，其實咩方法咧都係各有各嘅好處啦。但係嚟講咧，好多人咧都比較少提到係咩咧？刷牙時間應該要幾耐嘅？其實刷牙嘅時間咧最少係應該要有3分鐘時間嘅，因為咧幾年前咧就香港大學咧做過一個研究咧，每個香港人咧刷牙時間咧平均係大概係45秒左右嘅。咁你諗下啦，無論你用咩好方法都好啦，你刷唔夠時間，你棚牙都係唔夠乾淨嘅，所以記住刷牙時間係大約3分鐘左右，太短唔乾淨，太長牙齒嘅表面都會勞損嘅。